날 구원할 거라며 Just come kiss me and bite me 你是连清雪，不记得了？我听他们说你病了，就过来看看你。你是大学那个连清雪？你不说，我都认不出来了。咱们大学好像并不是很熟悉，你怎么还专程过来看我？可能你不记得了，但那个时候你总是给我送鸡蛋。唉，那不是早上抄你作业，不好意思，顺便给你带了吗？对你来说也许不重要，可对当时的我来说，鸡蛋可是我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了。我当时也不爱吃煮鸡蛋，没想到它禁了10年。没想到同学里你最有出息，现在都是世界500强的女总裁了，长得还这么漂亮。大学那时候我真是瞎了眼，当时把你追到手就好了。等你病好了再追也不迟啊。我接个电话。我一会儿就过去。有事你就先去忙吧。我在医院账户给你交了点钱，有机会我再来看你。好。没想到我这一生这么快就要结束了。七月，七月，你没事吧？七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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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七月，你一定会没事的，七月，你一定会没事的啊！连清雪，为什么你会这么伤心呢？七月，齐源，齐源，齐源，怎么？哎呀，今晚想吃什么？大什么呆？吃晚饭去啊！上厕所啊！你等等我，你啊，跑那么快？要不我们吃牛肉段？快点，齐了！重活一世，得想办法早点发财，不能像上辈子那样。毕了业后，下班996，不甘心去创业，把自己累死了。唉，话说，重生难道没有什么金手指？天使投资系统绑定，作者选择优质潜力股进行投资，就能获得10倍返利，还能获得随机成就奖励哦。说系统就来啊！果然重生者的待遇就是不一样。系统，投资有什么限制吗？投资目标可以是人、公司和项目，任何可以产生价值的目标都行。本系统为正能量系统，更看重目标的社会价值、世界的影响力。投资目标需自愿节省，不能为了返利盲目投资。齐源，你在这站着不动说什么呢？过来买饭啊！啊，来了。这是投资系统，我现在还是大学学生，怎么去找第一桶金？是他，连清雪。阿姨，我要2个馒头。好的，2块，请支付。
同学，你连2块钱都没有吗？你到底买不买啊？不买就让开。那我就要1个吧。支付成功。拿好。等等，还有比她更优质的潜力股吗？连清雪从小是孤儿，现在毫不起眼，但10年后，她可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女总裁，颜值更是吊打一群娱乐圈女明星。谢谢啊。阿姨，再给我来1碗牛肉面。好的。是这么多啊？给别人带的。哦，又是给张梦瑶带的是吧？哎呀，能坚持这么久，什么时候跟他表白啊？张梦瑶？谁啊？嚯！别装，同学都知道你喜欢他，又给他买吃的，又给送礼物，也不见你给我送礼物啊。是。梦瑶，给。奇缘，奶茶我不喜欢喝葡萄味的，你不知道吗？算了，这次就先原谅你，下不为例哦。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奇缘，我一直都把你当哥哥。原来是这个旅程，上一世我也曾是一枚舔狗啊！来，端好。啊，谢谢阿姨。瑶瑶，这不是喜欢你的那个齐云吗？齐云又给我买东西，我每次都跟他说了不要买，每次买的都不合我的胃口。真羡慕你，长得漂亮，男生都抢着给你送东西。哎，齐云是不是给你送过好几次饭了？谁稀罕呢？我看着齐云长得不错，对你好，他要是跟你表白的话，会不会答应啊？他成绩一般，家里爸妈也不怎么样，以后肯定没前途。我脑子有病才会答应他。你看，他又给我买吃的了。齐云，牛肉面我不吃香菜的，你没忘吧？你谁啊？我怎么还抢别人饭吃？这个是我的第一笔投资。连清雪，给你吃牛肉面。我上辈子眼瞎了吗？这么清纯的宝藏女孩居然都没发现。那张梦瑶是条街啊！我不要。你不是喜欢张梦瑶吗？怎么给她买面啊？这齐云什么意思啊？他不是给你买的晚饭。我怎么知道？他就算不喜欢你了，也不至于喜欢颜清雪吧？他哪点比得上你？谁知道呢？他眼瞎了。你居然比不过连清雪，凭什么？不接受投资，问题就大了。真难吃啊！他每天就吃这个。交换晚饭，我吃了你的晚饭，那你吃我的。馒头我是不会还给你的。你要是不吃这面，我也不吃，那就扔了。吃吧，不吃就浪费了。张嘴。好吃吗？好吃就多吃点，不许浪费。瑶瑶，这齐云怎么敢啊，在你面前喂其他女生吃东西？他故意的，追不到我就对别的女生好来刺激我。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没本事还耍低劣手段的人。哼！瑶瑶，这人怎么这样霸道的要命？不过这面真香真好吃。牛逼呀，兄弟！
怎么了？馒头啊，你俩这属于间接接吻了。哎，但是那个张苗刚生气走了，你不上去哄哄一下？张梦瑶生气，关我什么事儿？牛逼！哎，那希望你这次多听几天，别那么快就点他啊！恭喜宿主完成第一次投资，投资目标人精选，目标评级，宿主完成10元投资，返利100元。宿主完成第一笔投资，享学神光环，过目不忘，举一反三，学习效果提升10倍。学神功，效果提升10倍。我现在是学神了。唉，我成绩本就一般，早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学起来居然这么死。学神光环牛逼啊！哎，齐云，今儿怎么这么有功啊？咱们都是学渣，你能不能看上？本来啊，想以学渣的身份和你们相处，可是到如今，还是被你发现了。不装了，我就是学神。学神，明明是学渣，说自己是学神，神心。齐云，还你钱。我不是说了，咱们换晚饭吗？馒头就5毛钱，牛肉面我问过了，10块钱，我不占你便宜。怎么这么固执？之前我给鸡蛋他不就是了吗？其实我也是有求于你。求我？我昨天不是说我现在是学神吗？其实我也是真想好好学习，但是你也知道，我基础不太行，所以你来给我当家教吧。齐云，你昨天当着我的面对别的女生好，就一杯奶茶，我可不会原谅你的。这样吧，你连续给我买1个星期的奶茶，就可以考虑考虑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喜欢拿别人东西？脸皮真厚。我给你的，我给你的家教费。你要是不收，我可就给你钱了。不用。梦瑶，怎么回事儿？齐云怎么把你最喜欢的奶茶给连清雪了？他以为昨天故意气我很有用呢，就用上瘾了呗。哼，不信呐，太把自己当回事，不会有女生喜欢你。要不是看在他一直给我送吃送喝送礼物的份上，理都懒得理。哎，齐云，帮我一架，来网吧开去。哎，那个，我们去看看你家在哪儿吧。这么快见家长去了？不是的，老公，天塌了，天塌了！三婶在外面看到儿子要带一个女朋友回家了，这个怎么办呢？我还没准备好呢。哎呀，别急呀，那孩子到了该谈恋爱的年纪了，哎，很正常。正常？哪里正常？他现在才大学呢。哎呀，没事儿。那想当年我大学的时候不也谈过吗？出不了什么问题。大学？这么精彩的故事，我怎么不知道呀？衣服破破旧旧，家境不好，性格也不大气的样子。儿子啊，这女生是你同学啊？对，这是我请回来的家教。小子会玩了。那你要找家教，怎么不跟我跟你爸说一声？我们可以帮你找。这不是已经找好了吗？
哦，我已经知道你家在哪儿了，我先走了。拜拜，有空再来啊。没别的意思，你都已经是我家教了，应当请你吃个晚饭。姑娘，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我没有爸爸妈妈，阿姨。啊？那你……我从小是从孤儿院长大的。我的天哪，我是不是说错话了？连金雪同学在我们班级里的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请她过来。瞧瞧人家这孩子啊，家里没人还这么上进呢。哎，你怎么只吃饭不吃菜呀？来，把这儿当自己家啊！谢谢阿姨。加点肉啊！谢谢叔叔。多吃。吃肉啊！哦，儿子，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还有穿裙子的照片呢？哎呀，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啊，就想生一个女孩，买了一堆的裙子呀。对，结果呢？哎，对，我跟你说，就算你跟这个臭小子不谈恋爱，你要经常来玩，阿姨把你当女儿，阿姨一直都想要个女儿的。啊，怎么样，老婆？妈啊，我们真的没谈恋爱。啊，没谈。多谢宿主完成成就，敞开均分。投资目标的每一次成长都会带来奖励，宿主获得奖励是速解胶囊，1周内从里到外改变你。老妈的关心，居然能让我获得成就，多吃点，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再吃点啊！那我们就来商量一下后续的计划吧。你怎么了？今天吃的有点多，肉吃多了。你们家有水吗？哦，客厅有水，冰箱有饮料，我去给你拿。啊，不用。啊，那个我喝水就行，我自己去倒吧。你去坐着吧。哎，你一开始不是不喜欢这女孩吗？谁说我不喜欢？我一开始不了解她，我是真心疼这个孩子。你说的，一个孤儿上的重点大学，还是第1名，多不容易。那背地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我看啊，你对这孩子比自己儿子都看得重了。那我关心他，跟他关系好，咱儿子不也高兴？老姑你还说呢，昨天晚上咱儿子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反常不？哎，这姑娘今儿她就来了，她还说自己没有谈恋爱，哼，休想骗我！整理房间是为了我。这一节是1元2次函数与不等式，下面的呢是等式与不等式的定义。这个呢是这样的，这些我好像都会了。学生公会牛啊，看一遍就全会了。你都会了。你刚才还说你连不等式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会什么呀？这道题你借给我看看。你看，答案是这样吗？7元，你是不是又欺负我？我怎么欺负你了？这道题是这一本里最难的，你明明都会还装不会，你还要我做你的家庭辅导。之前确实不会，都是你教会的。真的？肯定啊，都是你教的。你天生就是当老师的料。那我继续教你生物吧。啊？是的。怎么了？原来
你之前说自己是学神，都是真的，什么都比我优秀，我怎么和他平等的当朋友？其实啊，我的学习速度是跟环境有关的。环境？什么环境？你说给我听听，说不定我也能学得飞快。就是有漂亮的女孩子在旁边，我就学得飞快。哪有漂亮女孩？我一点都不漂亮。小姐姐是不是对自己的颜值有点误解啊？那个，这个题你看你会不会做？你写给我看。会。答案是这样的。这题我都不会，我看看你怎么写。你真解？我那个怎么啦，小雪？没事吧？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只是听到有什么动静。我想喝水，我想喝水。不好意思啊，我刚刚只是想拉住你。还有，我妈就那样，你别在意。我得回家了。等等。那我回家补补呗。我去给你买新衣服。啊，不用。我知道你是怕我摔倒才拉住我的，我不怪你。是我撕破了你的衣服，该我来赔。别磨叽了，快脱衣服吧。脱衣服干嘛？换一套衣服。先将就一下，穿我的衣服，总不能这样出去买衣服吧？那这些钱就都算是你借给我的，我们签个协议，等我工作之后，你给我花的每一分钱，我都一定会还给你的。哦不，双倍还给你。我还从来没见过签高利贷协议，这么准。要不别爽了。我知道双倍肯定不够，我会给你利息的。钱不钱的我不看重，但这可能是什么都没有的他仅有的自尊吧。出去啊！我要换衣服啊！哦。齐云，这里很贵吧？我现在给你多花点钱，以后你就要多还我1倍。我这是在赚钱。怎么讲？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好。你好，适合他的长袖有没有？有的，衬衣和 T 恤都有。去试试。你好，试衣间在这边。梦瑶，你好像不太高兴啊，是不是白天齐云对连清雪那么好，你心里在意了？我在意他愿意对谁好对谁好，以后不要再提他。齐云太无耻了，等下周回学校，我一定帮你说他，让他给你买礼物道歉。哎，梦瑶，我们去这家店看看衣服吧。啊，梦瑶，是齐云。说你是女装店啊？
他一定是来给你买衣服，给你赔罪道歉的。他心里还是喜欢你的。就算他给我买衣服，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他。那肯定的，梦瑶，你这么漂亮，他居然敢惹你生气，一定给他一个教训，让他好好长记性，免得以后再犯贱。齐云，你还知道错了，来这里买衣服讨梦瑶欢心啊？我讨她的欢心。你知道梦瑶生气了，于是偷偷跑到这里来给她买衣服，不就是为了给她个惊喜吗？都被我们发现了，你还在这嘴硬。我是来这儿买衣服，但是不是送她的。齐云，我们都看见了，你就别嘴硬了。这里可是女装店，你买衣服不是送给我的，还能是给谁啊？除了梦瑶，不可能有别人。像你这样的家庭，也就心地善良的梦瑶肯跟你说说话，给你一些笑脸。其他女生啊，都懒得搭理。这谁啊？这么漂亮，李梦瑶你都漂亮。齐云，你不能当着我的面看着别的女人。对啊，而且人家美女这么漂亮，一看就是富家千金。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齐云，你看好不好看？怎么是他？连清雪怎么在这儿？还跟齐云一起买衣服？这衣服这么好看，我穿怎么没这个效果？那是人家人好看。别说，这件衣服穿在他身上，一下就觉得贵了起来。她里面穿的好像是抹胸，不过她这么精彩，肯定是舍不得花钱买。你看什么？哪里好看，看哪里。齐云，梦瑶还在这儿呢，你跟别的女生说话注意点。我跟别人说话，关她什么事？齐云，你还在这装？我们都知道你喜欢梦瑶，全班同学都知道你喜欢了她3年。曾经，我确实喜欢，追过她，但是现在，齐云，齐云，我知道你的心意，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准备好。你如果再耐心一点，我会有机会的。我知道了，齐云，你一定是想给梦瑶买衣服，但是不知道尺码，所以叫连清雪过来试衣服的，对吗？你想太多了。哎呀，你不用掩饰了，我看她这身挺好看的，赶快包起来送给梦瑶吧。这件衣服是挺好看的，包起来吧。原来他只是让我给张梦瑶试穿衣服。也对，像我这样的孤儿，怎么能跟张梦瑶这么漂亮的女生比？你好，一共195，找您5块。给你。恭喜宿主完成一次投资，返利1980元。10倍返利，这还有什么说的？哎，一定要多买几件。齐云，你这件衣服不是送给梦瑶的吗？你怎么给这个没爹没妈的孤儿了呀？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张梦瑶想要衣服，自己去。齐云，你这件衣服真的不打算送给我？我说的很清楚，这件衣服是送给她的。哎，还不止这个钱。这条裤子多少钱？210。这么便宜？买了。还有这个，这个也买了，这个也不错。还有这个，都包起来。好。不能太过分，要是连清雪不愿意收下这个工资，就没有返利。目前也买了1000股，返利2万了。该。哦，我们再去最后一家店。那最后一家？
齐云真的太过分了。以前他每一次惹我生气，只要他赔礼道歉，我都会原谅他，他就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梦瑶，这齐云家里不是很穷吗？那刚才他给连清雪一下花了2000块啊！是的，你以前给我送礼物最贵不超过200，居然给别的女生买2000的礼物啊！我知道了，齐云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他给连清雪买那些衣服都是假的，就是为了气你。估计明天呀，他就会回来，把那些衣服全都给退了。你的意思是？他没打算送连清雪那么多衣服。当然，你这么漂亮，身材还这么好，连清雪哪点能比得上你啊？不如我们现在跟上去看看，估计现在啊，齐云正在跟连清雪解释道歉呢。走。我们来这里干什么？要好好爱惜自己。我不需要。那要不我帮你挑挑？小妹妹，是你来买内衣吗？你买多大的呀？我没穿过，我也不知道。没买过，怎么现在才来买呀？我跟你说啊，女孩子青春期啊，要买适合自己的，要不然影响发育。来，我给你量一下。给我吧。哦，你不准偷看啊！我在他心目中就这么个形象。这齐云怎么带女生来这种店啊？给女生买贴身内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难道齐云追上连清雪了？我看着齐云就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你，才去追的连清雪。这连清雪要身材没身材，要脸蛋没脸蛋，买内衣也是浪费。哪像梦瑶你呀，身材好的让全班同学都羡慕。今年18岁了，买的有点晚了。来，把衣服脱了吧。哎呀，没事儿，别害羞。深藏不露啊！怎么样，挑好了吗？还是有点紧。不过我觉得还行。人家已经拿很多次了，我不好意思再让他拿。我到了。给。那个，你以后不要再这么给我买东西了，我还不起。没人比我知道你以后的成就有多高。哎，姑娘，你找谁啊？谁来了？不认识，是个小姑娘，估计又是找齐云的。这混小子，昨天带个女孩回来，今天怎么又有这么漂亮的女孩找上门？儿子竟然长成了渣男！阿姨，我昨天来过的。来过？你是小雪啊？我的天哪，你这一打扮，阿姨都没认出你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快进！你是来找齐云的吧？他在房间里呢，你进去吧。今天阿姨坚决不会打扰你们啊！你们爱干啥干啥，阿姨坚决不会进去。阿姨，我……对呀，老公，你说咱儿子的眼光怎么那么好呢？我昨天怎么没看出来？小雪竟然是这么标致的一个小姑娘。我也没看出来，这眼光确实比我好啊。你什么意思？啊，你眼光不好，所以找我找错了？你带的什么东西啊？哦，你不是总给我买东西吗？我就想准备点礼物给你，小饼干。这是你做的？
我们福利院跟市里的爱心集团有合作，我们做小饼干，他们卖钱还会给我们。真的好吃。这是我。一定是早上做饼干想他想多了，怎么就做出了跟他一样的饼干？这块我不吃，我留着。其实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你都给我买那么多东西了，不行。那你不是说要换的吗？这是礼物，我们交换的礼物。怎么又是内衣啊？其他衣服就算了，内衣还是得多准备点，不然怎么好换洗？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型号的？我猜的。要不你先试试，我跟店员说好了，今天如果不合适，还可以拿去换。这是齐云的房间，这在哪儿试啊？不试的话也不行，过了今天就不能退了，浪费钱。那我去你被子里试试，你不准乱想啊！你绝对不乱。你看什么？还不转过去啊？哦，遵命。儿子，我洗的苹果你们要吃吗？愣着干嘛？不能让阿姨进来。妈，我们正有事呢。妈和苹果都不方便进去啊？不太方便。那好吧，那我把苹果放在外面，你们忙完了再出来吃啊。啊，好。差点被你害死了。你还看？我什么都没看到。儿子，不是妈老封建了，妈跟你说，你们还年轻呢，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小雪啊，你也要为她考虑，你知道吗？你真是我亲妈呀！累了，我毁灭吧这尴尬的世界。齐云，这下我怎么面对你爸妈？应该没事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妈现在看你，跟看亲女儿一样。那她都那么误会，那我们让她不误会就好了。怎么让她不误会？这还不简单？咱们就生米煮成生饭，假戏真做。门儿都没有。我是说，咱们要不谈个恋爱试试？你在说什么？没门，谈恋爱没门，其他的更没门。衣服合适吗？挺合适的，不过你看一眼就能知道我的尺码，
这样很丰富吗？我说是天赋，你信吗？我发誓，我这天赋这辈子只用在你身上。妈，你可真是我亲妈！成年之子，我还什么都没有，你就给我这个，留着吧，迟早用得上啊。小玉，我觉得我的眼睛好像生病了。你眼睛生病了，你要瞎了？你才要瞎了！我就是觉着，现在看一个人，天天都不一样，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看不够。但是我每天都能见到他呀。真的？那你这是坠入爱河了呀？爱河？你少胡说八道！哎呀，你别不承认了，你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呀已经深深的被他迷住喽。哪有那么夸张？这样吧，3天后咱们孤儿院不是有场汇演吗？你带他来，我给你好好鉴定一下。齐云这2天长得是不是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哎，好像看着比之前帅了呀，就连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好像还真是啊。老公，我知道了，这一定是爱情的滋润啊。什么爱情的滋润？这是系统奖励的身体素质胶囊发挥作用了。齐云，小雪，你来了，快进来，快进来。阿姨、叔叔，你好。齐云，我们院里明天有个演出，你要不要来啊？孤儿院汇演？那你有节目吗？我有一支独舞，但是我跳的不怎么好啊，我都是跟电视上随便学的。去，齐云肯定要去。我们小雪长得这么好看，以后肯定就更好看了。啊，对。小雪，不如今天干脆去美容院好好保养一下啊！明天闪闪亮亮的登场。美容院啊，没必要，阿姨。齐云，你说呢？这是投资刷钱的好机会啊！去，必须去美容院。你好，给他做一个全套保养。小姐里面请。我知道她漂亮，但18岁的你比我想象中还要漂亮。记得前世的你，以后会追求成功。到18岁，这是为我自己。现在，这一切被我改变，牵着。我好看吗？年轻雪，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见到你。恭喜宿主完成成就，破茧成蝶，获得奖励投资目标提醒卡。当宿主周围出现优秀的投资目标，会提醒宿主进行投资。你就是齐云？你是？我是清雪的好闺蜜，你想把清雪从我们这里带走，可没那么简单。我会好好把关的。是老师，老师看这里，看这里。老师，看这里，看这里。
回答一下问题吧，老师。你们这儿还有明星来？我们孤儿院有爱心企业赞助，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每年大概有1-2个明星来。首先欢迎我们的大明星蔡一凡，我们让他来说两句好不好？好，帅啊！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姑娘别哭泣》。突然的消息，那个人是你，这么多年你要我晕血。哎呀，太难听了，这怎么这么难听啊？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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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大家安静，大家安静。今天可能是这里的器材太简陋了，凡哥没发挥好。那他平时都需要什么设备？收音器啊。啊，收音什么呀？这还成他呀？原来是假唱啊！接下来有请连清雪为我们大家带来舞蹈表演。季月，下个节目就是清雪了，快看。这些人跳的有什么可看的？都是一些小屁孩，无聊至极。那是肯定的，凡哥你是专业的，这些业余的怎么能够跟你相比呢？再说我们这次是来做宣传的，到时候啊，电视画面肯定都是你的。你知道吗？其实清雪很有舞蹈天赋的。在她8岁的时候，有一个舞蹈专家想收养她，带她去京城。那她怎么？她拒绝了。她从小就是我们这里最聪明、最漂亮、最乖的孩子。她太重感情了，舍不得离开这个又老又破还穷的孤儿院。我明白。不明白。她本来没想报名这次表演的。因为你要来，他10年没曾跳舞了，这支舞是给你看的。他问我边喝。亲，巨星的脸，我要亲下去。这跳的也不怎么样，不就是靠了张脸吗？你哪来的自信？说别人只靠一张脸，你以为你靠什么？实力吗？哦，对了，你这张脸也是假的。不好意思，想起了很好笑的事情。哼。我跳舞怎么样？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哪有那么好看？我想听你说心里话。想听心里话？我的心里话可不太好听。我刚刚想的是，姐姐，你嫁给我好吗？你胡说些什么呢？你刚刚给我表演了一个节目，我也给你表演了一个。真的？都跟你说了，别白费功夫，清雪是不会跟你走的。不是怎么知道的？他呀，真的很有天赋，我有把握能把他培养成顶流明星。他能有我火？
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这首歌是我最不舍的。齐云唱歌这么好听的吗？这是什么歌？以前怎么没听过？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原因。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林清雪，跟我回家好吗？谢谢。小月，同学，我是群星公司的经纪人，这是我的名片。这位同学，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你呀，是我见过长得最有巨星相的。只要你出道，一定能火遍全国。我当明星？对啊，不仅是明星，还是巨星。你呀，长得很漂亮，更难得的是你的气质，犹如晶莹剔透般水晶一样纯洁。你想不想去做明星？不用在乎钱，以后你不会缺钱的。你要问问自己的内心，你想当明星？我不想当明星。哎，同学，你不是喜欢跳舞吗？只要你出道，我能够保证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最豪华的舞台上跳舞。我不需要了。我小时候是爱跳舞，但现在我好像爱上了别的。哎，这位同学，刚刚那首歌是你原创的吗？当然，这个世界估计再也没有像我。这首歌我买了，你看怎么样？买歌？对，我们买了之后啊，就给他唱。这首歌绝对可以火，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叫哥！哥，我感受到你们的诚意了，但是不好意思，这首歌现在是他的。我这首歌送给你们，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你。小姑娘，这首歌你就卖给我吧。不卖。我们出钱，出很多的钱。你想想，你要是有了钱，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孤儿院了？我们出5万、10万、20万。小姑娘，20万已经很多了，我们真的很有诚意。我不卖，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卖。这是齐云送给我的礼物，我要他支持我。梦瑶，你说齐云真的不喜欢你了吗？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再跟我提他。我就是觉得奇怪，他喜欢了你3年，突然就不喜欢了，还喜欢那个什么连清雪，我还是觉得他故意戏你的可能性更大。无论他是不是故意的，他都已经没有机会，我再也不原谅他。我支持你，他的成绩只会一落千丈，而我洁身自好，努力学习，爱情只是我的绊脚石。到时候他就会残酷地认识到，我是他这辈子永远都得不到的白月光。梦瑶，你想得好远啊！我也要向你学习。好帅啊！哎，梦瑶，
你干什么去啊？当然是问他要联系方式啊。你不是说要努力学习吗？我懂，人生无常，爱情就是这么突如其来。爱情不是你的绊脚石吗？对啊，我被他绊倒了，需要帅哥亲亲才能起来。这人谁啊？长得真帅。应该是别的班的吧？不过他来我们班做什么？难不成是看上我要来表白？同学，我能问一下是几班的？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好啊，那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梦瑶。张梦，这个名字好耳熟，就是不知道我的名字你熟不熟？你叫什么呀？齐云。齐云？他是齐云？哼！齐云？怎么到我们家变化这么大？对，身材变好了，也更帅了。现在我们班最帅的就是他了。哎，对了，他以前不是喜欢张梦瑶吗？结果张梦瑶死活不答应，刚才没认出齐云，主动去要联系方式。他现在一定后悔死了。哎呀，我这辈子第一次一见钟情，没了。哎呀，梦瑶，你别这么想，你还有希望。他以前不是喜欢你吗？可是他上次给连清雪买了那么多衣服，还给他买贴身衣物。那肯定是他因为追不到你，然后他伤心寂寞，连清雪趁虚而入。可连清雪哪点比得上你啊？他就算身材稍微好那么一点，可是他的颜值和气质都不如你。你说的对，还有机会呢。连清雪哪点都比得上。I'm anxious by myself, running through my prescriptions. I need something else to. You were my drug. 这女孩是谁啊？真漂亮！就这身材气质，比张明瑶漂亮100倍。她是来找我们班的谁的吗？清雪。她是连清雪。这个大美女，居然是班上的小透明、小可怜连清雪。哎呀，这丑小鸭变白天鹅变化都没这么大吧？我看整个学校的班花和校花都没她好看。哎，这两位同学哪个班的？怎么马上上课了还不回去？哎，老师，他俩干嘛呀？你闭嘴！我眼睛又没瞎，是不是我们班的我不知道啊。不是，我们是齐云，他是连清雪。呵，这放了几天假，变化挺大的呀！啊，行，既然是我们班的，赶快落座，我们准备上课啊。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我想和连清雪做同桌。哇，有奸情！哎呀，那你说说为什么？我发现，在连清雪身边，学习效率最高。我想离她坐得近一点，向她好好学习。我不同意。我告诉你们啊，大三是你们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别脑子里一天东想西想。老师说的对，要好好学习，洁身自好。你成绩差无所谓，不能耽误了好同学连清雪的学习啊。而且啊，你想跟连清雪做同桌，你有没有问过连清雪的感受？人家想不想跟你做同桌啊？啊，连清雪，有老师在，别受他干扰啊！一定要好好努力。是老师。我愿意。
连清雪，你说什么？老师，我说我愿意跟齐云做同桌。哇！连清雪竟然说我愿意，这简直就跟结婚誓词一样。这俩人有情况啊！一向胆小的林清雪竟然鼓起勇气要跟齐云坐一起，牛啊！好了好了，都安静。今天谁愿意也不行。准备上课。哎，你们说说现在的孩子怎么想的？这都大3了，还有功夫东想西想。怎么了？你们班又有事儿了？哎，我们班的连清雪你们知道吧？成绩很好，但是就是个孤儿的那个孩子。你们说说，多不容易的一个孩子，现在居然要谈恋爱了！谈恋爱？还有我们班那个齐云，太让人不省心了，真的是。进来。怎么，不服气啊？还想跟我理论理论？不是，老师，我是来谢谢你的。谢我？徐老师一直对连清雪很关照，学校有什么福利都第一时间想给连清雪。上一次谢师宴结束后，徐老师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塞给了连清雪。我知道你是真的关心清雪，你也还算懂事。梁清雪家里的情况你知道吧？你和她谈恋爱，你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考虑过吗？如果她因为谈恋爱成绩下滑，这么多年的努力怎么办啊？啊？她家里就她一个人，将来要是考不上研究生，这怎么办啊？老师，我承认我喜欢连清雪，但我不认为我和她住在一起会让她的成绩下降。我想和她考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哦，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让她辅导你啊？不，是我辅导。你辅导她，你是什么成绩？人家是什么成绩？你自己心里没数啊！自从我有了学生光环，我的学习进度突飞猛进，我快要超过连清雪，这也让她感到焦虑。喂，你的学习成绩很好吗？看起来不像啊。你打听这个干什么？清雪回家以后，每天晚上都复习到2、3点。她说她怕赶不上你的成绩，她想跟你考同一所大学的研究生。你这句话我是很难相信的。这样吧，如果这次摸底考试你的成绩比他考得好，那我就答应你。怎么，又不敢了？我不和清雪比，只欺负她算什么本事？我这次考全班第1，你就答应我？好，这可是你说的啊！你要是能考全班第1，你坐哪儿我都同意，讲台都可以给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太有意思了，我还没见过胆子这么大的学生，敢跟老师谈条件。嗨，太年轻了，考第1哪有那么容易？他什么成绩我不知道吗？去年期末考试全班第31。啊？那他这么自信，哎，要是他真做到了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这次必须要考第1，我们才能做同桌吗？放心，我有信心。老师来了。摸底考试啊，谁要是作弊被我发现了，一律按0分处置。啊！猖狂，这是在考试的样子，还跟我说要考第1，就你这样子，我看是准备交白卷考倒数。
不答题，在这想什么呢？我写完了。这么难的试卷，半个小时就写完了？好，那你写完了，我收了吧。还真行，不是瞎蒙的吧？这道题是对的，这道题也是对的，居然全对了，这怎么过？完了！前面被徐老师骂了，这次考了个倒霉了。成绩出来了，我们班这次考试的成绩很不理想，数学的平均分比上次考试低了15分，还有个别同学心思就没在学习上，成绩下滑的非常厉害，这次试卷都没有写完。老师，是齐云吧？他这次考砸了，就别想跟连清雪坐一块儿。我考的怎么样，就不劳你操心了吧？考试考砸了还底气十足的，真不要脸！老师，我看这次咱们班的考试就是他拖的后腿。安静！我说的是连清雪。啊？你之前考试是我们班第2，这次考试是我们班第10，为什么会下滑这么厉害？考试态度不端正。怎么会是他？但是啊，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我还得表扬。这次啊，特别要表扬一个人，那就是齐云。齐云这次进步非常大，他的这次考试不仅是我们全班第1，还是我们全校第1。全校第1，这怎么可能啊？他上次考试连我的成绩都不如，怎么可能是全校第1呀？好了，成绩我贴墙上了，都自己看看吧。齐云，你给我出来一下。数学满分，物理也是满分，英语、化学、生物全都是满分，这怎么可能啊？唯一扣分的就是语文作文，牛逼！老师，你不会反悔吧？我是那种人吗？你知道连清雪的成绩这次为什么会下降吗？她每一门考试后面都有1、2道题是空着的，她是考不好吗？她应该考得比之前还好。如果她把题全部答完的话，那么她的总分成绩在班上应该是仅次于你的。但是她为什么不行？因为想让我拿第1。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今天会给你一条作文，但是我有一个事要嘱咐你一下，千万不要辜负了人家姑娘的一片心意。雪，我也想谈恋爱。为什么？你看啊，你和连清雪谈恋爱，你就拿了个年级第1。我想了想，这都是爱情的力量。如果我也谈个恋爱，下次考试说不定我也能拿个第1。别做梦，我这是智慧的。哎，去，是你犯的。小雪，你回来了。儿子，怎么只有你啊？小雪呢？没跟你一起回来吗？这么晚了，她回孤儿院了。好吧。妈，感情，你刚才的热情都是为了迎接清雪。那你以为呢？我养你这么大，我还得欢迎你啊！哎，听说你们这礼拜考试了，考得怎么样？还行吧，考了个第1。第1？第1？什么第1？全班第1，全校第1，都是第1啊！真的假的？哎呀，老公，这小雪教的真好啊！才1个月，居然能把她教成第1！哎呀，佛祖显灵，佛祖显灵，佛祖显灵！真的吗？早上好呀！早上好呀！把书拿出来吧。给我买的。你吃早饭了吗？你是不是傻？你以前1天3顿都吃馒头，今天给我买肉包，馒头都不舍得买了吧？哎呀，我这不就是想着
你天天给我买东西吃，我也能给你买早饭啊。那你能自己不吃东西吗？张嘴，吃吧。你还想还给我？还给我也行，得用嘴还。哦，对了，你哪来的钱买手包？都是我省下来的。福利院发的补助，还有我做小饼干赚的钱，全攒下来了。你攒钱干什么？有很多事情啊。你看，我上大学的钱，小玉学画画的钱，上一世读大学1年学费1万，3年就是3万，欠学校攒够学费，不知道吃了多少。行，今天就上到这儿吧。啊，秦源、连清雪，你们跟我来趟办公室啊。不会我们上课说悄悄话被发现了吧？又要被老师批评了。怎么了？明天啊，百日誓师大会，我们班又出2个代表上台发言，就你俩了啊！你不去行不行？不去也得去，这是学校给咱们班的荣誉。这次啊，我们班考得不错，尤其是你进步很大，所有老师啊都觉得有代表意义，所以你啊必须得去啊。清雪就不用说了。这3年来表现一直很优异，优秀学生代表嘛，啊！老师，秦源去我就去。回去好好写一个演讲稿啊，要正能量点的啊，去吧。连清雪，做我女朋友好吗？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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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啊，好了，我不喜欢你，也不会和你在一起。你不喜欢我哪一点？我可以改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喜欢我这一点。还挺搞笑啊！没想到你还有这么牙尖嘴利的一面。我已经拒绝过你了，你别再纠缠我了。哎呀，没意思，没意思，走。你别看，你别看！哇，原来是情书啊！这么多情书，清雪，你火了呀！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那个假期过了之后，我的抽屉里就有这些信了，天天都有。你不生气？清雪，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它不是云。而我就是那沧海，就是那巫山。听雪，你当然只会看得上我，那些可怜的小孩子没有机会的。我呸！不要脸，谁看上你？再说，那些男的，那都是看你现在变得漂亮才说喜欢你的，那都是见色起意。而我那可不一样。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还说要看我梦？哎呦，反正你是最坏。我那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你，真的很烦啊！我都已经告诉他们我不喜欢他们了，还要天天来找我。正常啊，清雪你这么漂亮，被男生喜欢那是当然的。可是我不想被其他男生喜欢。不想被其他男生喜欢，只想被齐云喜欢，对不对？哎呀，要我说，他们不就是想当你男朋友吗？那你就直接告诉他们，你有男朋友不就好了吗？难道齐云还不是你男朋友？我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你们两个的事情，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难道齐云没跟你表白过吗？表白都没有，你就这么喜欢他了？还好吧，我知道他喜欢我。你是不是傻呀？
恋爱没有表白是不完整的，而且喜欢对方就要大声的告诉对方，对方才会高兴呢。清雪的自己。秦源，你还在这干嘛呢？马上要开始了。哦，好。同学们，转眼之间，美好的大学生活只剩下100天了。来，把你发言稿给我看一眼。啊，老师，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形象？胆大包天的形象。你要是有连清雪一半的听话和懂事，我也用不着这么操心。接下来由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上台演讲。同学们好，我是大三一班的连清雪。今天我发言的主题是勇气。这种无聊的话真是没意思。好，这个主题好。你呀，都要向梁清雪同学学习啊！给。以前的我是个躲在角落里，不敢和人说话，甚至不敢抬头见人的人。那时的我，世界是暗淡的，没人关心我，更没人明白我。那时的我一点勇气都没有。但是有一个人，他一直想要靠近我，帮助我。他一直告诉我，我很好。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出现让那个女孩是多么的意外和惊喜。他就像是我哭泣世界的第一束光，让我变成今天的连清雪。梦瑶，这连清雪到底是在说什么呀？我不知道。我怎么感觉连清雪的发言有点不对劲？连清雪，你这么乖，可不敢坑老师啊！我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改变，都是因为他一直站在我身后。所以今天，我想在所有人的见证下，告诉他，齐云，我喜欢你。当这夜空里盛开出心动的声音，想念是我中风味的眼睛。他这是当着全校的面向他表白？我这辈子都不敢想的事，没想到他一个女生竟然做了，这就是勇气啊！西云是谁啊？真羡慕啊，被这么漂亮的女生当众表白，他上辈子一定拯救了银河系吧？以前我对连清雪挺不服气的，明明齐云是先喜欢我。但是今天我知道，我不如他。如果是我没有勇气做到。这就是你们优秀学生代表，老徐，你还是老教师的，让我怎么说你什么好？一会儿大会结束了，我一定好好教育教育他。以后有什么用？重要的是现在。现在你学生的心都乱了，你打算怎么收场？对了，你不是还有一名优秀学生吗？是你对吗？是我。我听说过你，1个月时间从全校300多名考到全班第1，还几乎门门满分。副校长，他就是……闭嘴！现在你上去好好讲讲，你是怎么从全校300多名考到第1名的？分享一下你的学习方法。副校长，我建议现在这会儿还是先别让他上去。我说了，你别说话。看你的样子，你还不如这个学生镇定。快，你上去，记得多讲讲学习啊！上去，上去！还有刚刚那个女生，回去后一定狠狠批评。如果态度不深刻的话，你必须严肃处理。其实刚那个孩子平时挺乖的，就是可能一时犯浑了。不行，必须从重处罚。还有那个秦云也要一起处置。像这个考了第1名的好学生，你就可以多鼓励。
尽量满足他，让他在学校更快乐，考试才能发挥更好。大家好，我是齐云。啊，他就是齐云。哎，所以这是你们班上最好的学生，还是一对情侣？这就是个巧合。巧合个屁！他的稿子你看过了没有？看过了，非常正能量。但我不敢保证他按照稿子说。本来呢，我是有稿子的，很正能量。不过估计你们也不想听。哎呀，你废话，谁乐意听你讲那些玩意儿啊？你要讲就讲刺激一点的。再讲啊，再讲一点。那我就换另一个话题，幸福。幸福是什么？对我来说，幸福就是当我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恰巧她也喜欢我。幸福就是从此以后，我会和这个叫连清雪的女孩，从校服到婚纱，从课堂到教堂。他就是齐云，长得真好看，这一对好浪漫。在这里，我也很想和他说一句，做我女朋友好吗？但是我不能。什么意思？这什么情况？虽然你总觉得自己不好，但在我心中，你是最完美的。所以，我要给你我能做到的最完美的爱情和表白。齐云，好，谢谢大家。清雪，你愿意吗？这臭小子，这不像话啊！一会儿结束了，我一定好好教育，让他们给我深刻反思。批评什么？啊？批评他们早恋？他们早恋了吗？不是说考试结束后再做男女朋友吗？这我们管不上啊。那批评他们心思没放在学习上。老徐，你这老古板的性格要改改了啊！年轻学生互相喜欢很正常，这种感情还能激发他们奋发学习。臭小子，还蛮机灵的。田清雪，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就是想还你钱嘛。谁要你还钱了？这有多少钱？你才欠我多少钱咱们不是约定好了，我还钱还双倍，我都记账了。你给我花了4000，这里正好是8000。约定的是工作后还，现在哪用得着你还双倍？说吧，为什么这么着急还我钱？我就想让你知道，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给我花钱，我不想你觉得我是因为别的原因喜欢你的。傻不傻？好了，坐着。这钱啊，你收回去。不要，我都还给你了。我想了想，这8000块钱对你的负担来说还是太重了。我决定换一个还钱方式。什么方式啊？我决定以后一个亲戚还100块，这样你的负担就没那么重，多好。我不要，太坏了！群人怎么这么坏？清雪，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很精彩的电影？就是那种人很少，画面很凄烈的，
讲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因为丈夫在外面欠了别人很多钱，从而发生悲惨的故事。没看过，但听你说起来应该挺好看的。没看过不重要，但是呢，从中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啊？就是债主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你们俩闷在房间里干嘛呢？没干嘛。嘴都亲肿了还没干嘛？等我明年请。好了好了，收拾收拾，咱们一家4口今天出去吃，庆祝你考了一个第1，小雪也一起。可是我……可是什么可是？难道咱们不是一家人吗？啊，你看你瘦的，咱们出去啊，多吃点肉，好好补补。走吧。清雪，这个肉很入味，你尝尝。来来来，吃螃蟹吃螃蟹。哎，这是我儿媳妇儿。我妈居然跟我争宠，为女朋友的乐趣你知道吗？傻子真不懂事，当我培养婆媳感情。清雪，这个菜味道也不错，你也尝尝。肉吃多了会腻的。来来来，吃点青菜，爽口。来，他不懂我懂啊。来，你吃点这个尝尝。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够了。哎呦，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呀，真巧啊！是你爸，这人谁呀？跟我妈有仇？那个是张姨，你妈20多年前的老同事。哎，有仇倒算不上，就是这个人说话比较喜欢炫耀。那你妈又是个不服输的人，哎，正好他家条件比咱们家好一些，他儿子从小成绩也好。你妈以前都是处于下风。一家人在这吃饭呀！哎呦，巧了，我也带我儿子来吃饭。哎呀，他不是考入了魔都1本吗？可忙了，这个周末好不容易有时间回来看我。当上大学生了，还想着自己爸妈，不错。对，我这孩子就是孝顺。哎呀，我叫他不要回来，他偏要回来。哎，对了，你儿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啊？要不要我儿子帮忙给他补补课啊？不用了，我儿子成绩还凑合。那怎么行呢？我儿子帮人补课很厉害的，他在大学里还当家教呢。真的不用，我们家齐云成绩马马虎虎，也就刚刚考了个全校第1吧。全校第1？他儿子什么时候成绩这么好？哎呀，成绩好归好，也不能让孩子学成一个书呆子。毕竟以后进入社会会不适应。我儿子呢，就在学生会当了一个学生会干部。当干部了，真不错。哎呀，我跟你说他在学校有好多女孩子喜欢他。哎，他还给我看了照片，长得都挺不错的，可他眼头高，都看不上。哎，这是你亲戚家的女孩啊？你好，认识一下。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找我。不用了。亲戚家哪有这么好的孩子？哼，这是我儿子的女朋友。女朋友？他儿子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比我儿子照片里的姑娘漂亮多了。哎呀，这大学生谈恋爱不好吧？这个年纪应该以学业为重，谈恋爱会影响成绩下滑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儿子原本成绩全校400多名，这次居然考了一个第1耶！我一问，我儿子说是他的女朋友给他补课补的。哎呀，你说这事儿怪不怪？我找谁说理去啊？补课补的第1？对呀，你说咱们都以为
早恋会影响学习成绩，是不是？我儿子早恋了，谈恋爱谈到全校第一。哎呀，我点的菜快凉了，那走了，咱回见啊。哎，再聊聊呗。太爽了，老公，20年了，我第一次占上风。小雪，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跟你说，你真的是咱家的大功臣。服务员，我要加餐。吃不了别吃那么多呀。阿姨家的菜我当然要吃啊，以后什么？以后万一我们俩在一起了，阿姨对我印象不好怎么办？哦，讨好婆婆呀。清雪，你很有心机吗？我哪有？我开始没有了自己，把我留在原地想你。哦，我走了。哦，你等等。你却已经远离我而去。My love, my babe， 好像你一直都在这里。我就是想早点回去。开始对你都心动了情 ，My love, my babe。刚才老师讲的用了更高级的数学知识，你听懂了吗？啊，我是不是很笨呢？这些题你一听就会，我听你又讲了一遍还是不会。咱们班同学基本都不会，这么说，他们也笨。那不一样吗？他们又不想跟你考一样的学校。放心吧，我早就想好了怎么提高你的学习成绩。妈。哎呀，今天小雪来了。阿姨好，叔叔好。最近学习太紧，我和清雪说好了，以后每天放学后都来家里，我给他辅导1个小时的功课。啊，辅导功课是吧？热恋期，妈都懂的。去吧。不是，那我们先进去了，阿姨，拜拜。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3个月齐老师冲刺小课堂就要开始了。我们的目标是让连清雪同学考上心仪的学校。哦不，是心仪的人的学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了让教学能够正常开展，我呢拟定了一个课堂纪律守则。连清雪同学，你看一下。第1条，上课必须认真听讲，如果学习不认真被老师发现，惩罚亲亲。对，上课必须认真，不然怎么有效果？我问的是这个吗？第2条，课堂提问注意理解，请举手尊称齐老师为齐源。这个称呼有一点过分了吧？哪里过分了？尊师重道，那不都应该的吗？第3点，为了加深连清雪同学对错误的记忆，一个知识点发生多次错误时，惩罚你。齐源，你就知道欺负我，我就知道你这个大坏蛋肯定没有想好好辅导我功课。连同学，这不都是为了加深你对学习的印象吗？你还想骗我？你想想，问题你是不是记得更清楚了？好像也有道理。如果我被打了，应该也会记得更清楚。真的是为了我好。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叫我什么？
什么？哎呦，不得了不得了！现在的萌犬，这种玩法，哎呦，我年轻的时候可是没玩过的呀。儿子，周阿姨。哎，你周阿姨啊，是来找你的。找我？周阿姨，你有什么事儿吗？阿姨有一件事想麻烦你。周阿姨，我和王商的关系那么好，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王商的父亲早年车祸去世，周阿姨没改嫁，把王商拉扯大。上一生重病的时候，王商过了丢下10万块钱就走，里面有一半是王商攒的，一半是周阿姨的。听说你现在成绩很好，能不能帮王商补课？时间也不会太久。这算什么忙吗？王商学习也不差，有什么问题让他直接来就好了。好，阿姨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那阿姨就先回家做饭了，不打扰你们了。慢走啊。好，拜拜，拜拜。阿姨再见。再见。哎呀，周姐丈夫走得早，她一直就指望着王商有出息了。这孩子真是让父母操了一辈子的心。上一世我病重后，爸妈也是操碎了心，老妈再也没有大声说过话，老爸半年就白了头发，还好这一世不会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做得不错，最后这题你又错了，老毛病，最后2步没有转换。可不可以不打？不想遵守课堂纪律了。哎，体育，我是不是不应该进了？哎呦！哎呀！上一世王商的成绩跟我一样，但到下学期的时候，王商忽然就变了，拼了命的学。齐云，我心疼我妈。你知不知道我妈每天晚上给别人做衣服，一件就10块钱，她得做到半夜2、3点钟。你说，她就为了给我攒大学的学费，那我能不拼命吗？你知不知道，后来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妈哭了，那真是我第一次见我妈哭。看来这辈子王商已经成长了。王商也要遵守课堂规则。哎，我去客厅写了，有什么问题也不问你了。你去客厅干什么？哎，这屋子狗粮浓度太高了，还是留给你们小两口吧。我去呼吸新鲜空气去。他是不是生气了？我了解他，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只是不想当电灯泡了。清雪，你刚刚有点嚣张啊。好了，时间到了啊，都停笔交卷吧。来，把卷子收起来吧。这次题目好难呀，最后一题你写了吗？我都没时间写，我还有2个大题没写完。难吗？我怎么感觉不难啊？我不能看错题目了吧？哎，季月，我可能考砸了。不应该啊，这个月你进步挺大的，你怎么考砸了？他们说最后一题特别难，跟我写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对对对，最后一题真难，我写了半个小时都没写完。难吗？最后一题是什么来着？我没感觉难。你觉得难吗？不难啊，我就写了10分钟，就是简单的题目。
我怎么感觉同学们好像很嫌弃我们啊？你没感觉错。哎，徐老师，你说这次考试2个班考得怎么样？呀，你们2班我不知道啊，但我们1班考得还可以。是吗？我怎么记得上次你们班的平均分没有我们2班高啊？我们1班齐云门几乎满分啊，你们班有吗？我们班平均分高，证明我们班整体实力强啊！哎，我们班齐云全校第1，这实力谁能比得了啊？你就靠齐云，第1的竞争很激烈。上一次第1是证明他的运气好，还能次次拿第1吗？我都不信。哼，恭喜啊，老徐！啊，你这次可是放了个大卫星，齐云这次又是第1，而且还是咱们全市的第1名，你交了个好学生啊！哎，这跟咱有啥关系？这是人家学生自己努力嘛，对不对？哎，齐云这次可不只是第1名，他考了5门满分的成绩。老徐啊，我提前在这儿先恭喜你了。哎呀，齐云一个人考得好又怎么样？我们班整体的平均分数比他们高出6分。哎，等等，一个人？我们班还有连清雪啊，他的成绩可是我们全校第2，全市第5啊。这徐老师说的也对，别的同学谈恋爱，这成绩是越谈越差，怎么你们班这齐云和连清雪就能谈出个第1、第2？嗨，你看这事儿啊，这跟谁说理去呢？啊，哼，不服气憋着，我就是有齐云，还有连清雪。王商第6名，这怎么回事？最近听王商说，每天都要去齐云家里补习一会儿。齐云教人很厉害吗？王商和连清雪的提升都这么大？成绩出来了，我们班的平均分又比2班低。一样的题，是我讲的不好吗？这样吧，给你们换个老师。齐源，你来给大家讲讲这套试卷。我？我倒是要看你的讲课是什么水准，能让王生的成绩提升这么快。没错，你来吧。连清雪同学，连清雪同学上课走神，不遵守课堂纪律，是不是该罚？连清雪，那齐老师就罚你。罚你上来解答一下这个题。哦，齐老师，连清雪答的对不对啊？我这个人呢，做人有2个准则。第一，连清雪同学做的都是对的。第二呢，如果连清雪同学做错了，那就参考第1条。咦，好好讲课，严肃点。让你上台讲课，没让你秀恩爱啊！连清雪同学，
请你讲一讲你对这道题的看法。连清雪同学，如果这道题要变形，你会怎么解答？连清雪同学，请告诉同学们，你觉得第13题是用哪个定理？连清雪同学，又到你了。这小子不是盲目的给连清雪提问，而是让连清雪说一遍，自己再复述一遍。学生们也觉得好玩，听得认真。这么看来，连清雪就是个工具人。这小子还真有些门道。好，试卷就讲到这里。齐老师，你为什么只提问连清雪啊？这个嘛，因为当连清雪同学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眼里啊，就看不见其他人了。咦，我错了，这小子就他妈是为了撩妹。好了，谢谢齐老师。你们觉得是我讲的好，还是齐老师讲的好啊？完了，我突然有了严重的中年失业危机感。坐。哦，出什么事儿了吗？我们孤儿院不是和市里那家甜品店有合作吗？那个老板前2天突然说他们干不下去要倒闭了，孤儿院的孩子们真的很需要这笔收入，孩子们都是靠这个攒钱的。清雪，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你还有我。这位就是李院长，我们福利院的孩子平时都把她当亲妈妈。你就是齐云吧？您知道我？有人啊，天天说你多么好，多么好，听得我的耳朵呀都起茧子了。坐好，坐。其实啊，我要谢谢你，清雪这段时间开心了不少，你以后可要好好带她。李院长放心吧，我今天来是听清雪说甜品店的事儿，我想问问院里现在是怎么打算？其实人家毕竟坚持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挺感谢的。我看能不能向上面再多要点钱。我有一个想法，为什么咱们院里不自己开一家甜品店呢？自己开店，这风险大不说，而且这也不是一笔小钱，这咱们院也没有这么多钱呀。钱？我有钱。齐云，你不是我们孤儿院的人，我们不能占你的便宜。怎么不是？我明明是家属。这开店不是容易的事儿，而且这也不是一笔小钱，做生意也不容易，很容易亏本的。你想清楚了？亏损啊，亏损就要再投资，只要投资就能返利赚钱，这简直完美。我就喜欢亏本。我是说，我做这个事儿不是为了赚钱啊。清雪，院长虽然老了，但是眼睛不老。齐云是个好孩子，你以后啊可不能辜负他。那就这么说定了，开店的钱全部由我来出，另外我会给孤儿院50%的股份。不是你自己投资开店吗？我们孤儿院坚决不能要你的股份。李院长，孤儿院的生意当然要有孤儿院的股份。按照系统的性格，如果我投资10万，孤儿院占股1/10，到头来给我的返利顶多就10万。但如果孤儿院占股越高，返利也就越多。可我们没有出钱啊。院长，你想想，那些上市公司是不是都给管理层股份？咱们店的生意都要由孤儿院的孩子们来打理，那多给您点股份也很合理吧？清雪啊，你以后要是敢对不起齐云，你就别回孤儿院。好，这份股份凭证你收着，以后咱们孤儿院那1半股份就归你。这可不行，院长。齐云可以大方，但是我们不能心安理得的占他的便宜。这股份啊，我们还是不能收。
干嘛给我？你以后嫁去了他们家，那股份不还是他的吗？你昨晚睡了多久？2个多小时吧。你干嘛这么拼啊？这不是怕给你亏钱吗？你花钱那么随意，还总给我买早饭。齐云，我想帮你赚钱。可是我想亏钱，亏的越多，我追加投资就能获得更多的返利。你快看看我的规划书啊！这规划书虽然算不上惊艳，但放在这个年纪已经很厉害了。难怪上一世的最后能成为世界500强的女总裁。我想的有问题吗？没问题，清雪，你想的已经很好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家店啊，是我们梦想的起航，我们事业的起步。你的规划格局太小了。格局小了？你这写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甜品店，我们要做就做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齐云对我的期望这么高，这么相信我吗？那我们应该怎么做？齐老师，小课堂上课了。上课提问，要喊什么？老公。这第一啊，我们要扩大店铺的经营范围，卖奶茶。卖奶茶？对，奶茶呢比甜品好做，而且卖奶茶可以带动甜品的销量。不过呢，我们的店铺和其他的奶茶店很难竞争，所以我们的装修要有特色，灯光也要足够的明亮，原料要用最好的，用新鲜奶茶，用真茶叶。可是那样成本会很高啊。咱们做的就是高端，你想想，咱做成了以后，那些记者都来采访说，著名的企业家齐云夫妇只用一家店就改变了整个甜品行业的时候，齐云夫妇？对，现在的投入都是为了我们光明的未来。以后啊，我们就是开创崭新未来的企业家夫妇。小姑娘越来越不好忽悠，我为了多亏点钱，真是心力交瘁啊。学校附近的旺铺哪有转让的呀？周末放假，你们俩在这干嘛呢？薛老师，一中附近的店面好像有点印象，别盯着我看啊！我帮你们问一下啊。打电话。喂，我记得你之前说你有个店铺，哦，有人订了。别，你给我留着，不是我要，我的2个学生要租，那我不管，你解决。反正我现在马上带人过来了啊，你一会儿还得给打个折呢啊，就这样。有还没租出去，我可以带你们过去看一下。谢谢薛老师。谢谢薛老师。嗨，没事，就是帮你们介绍一下。不过我有个忙啊，后面需要齐云帮我一下。好，都是小事，先带你们去看店铺啊。走。哎，老秦来了。好，介绍一下啊，这是我朋友，姓秦。秦叔。你们说要开奶茶店，我这个店可有60平，开奶茶店太浪费了吧？
秦叔，我们就要这么大的，因为我们不仅卖奶茶，还要卖甜品，要摆很多桌子的。秦叔，这个店接手的话多少钱？20万。17万，我已经付了1年的租金，10万块，转手费你们给个7万就好了。这个价格真不高，铺子特别多人问，换别人20万我都不转，17万给你们，也是看老徐的面子。其实您可以不用给徐老师面子的啊，20万我觉得挺好的。我的意思是出来做生意嘛，哪能让长辈吃亏？我常常跟清雪说啊，学校的老师里我最尊敬的就是徐老师了。而秦叔您是徐老师的朋友，那也就是我们的长辈，您帮了我们，那还能让您降价呀？老徐啊，你人不咋地，学生是真不错。我做生意这么多年了，头一回遇到这种事儿。行，就20万。你才不咋地！我的形象在齐云心目中这么高大吗？这家店以后就是你的了。我现在就给您转账。还好之前给清雪的孤儿院投资2万，建图书馆返利了20万，刚刚好。到了。恭喜你完成一笔投资，获得返利100万。恭喜你完成一笔投资，返利50万。这2天买烘焙设备和奶茶店的设备，又找装修公司设计装修方案，店还没开起来，我已经赚了300万。今天都喝了第10杯了，我都快尝不出味道了。你别每次都喝完，不用节省这点钱，喝一点就行了。这么难受？不舒服。我给你揉揉。不用揉，你亲亲我就好了。嘿，什么好东西还掖着藏着的，出去还要带上？哎，听说又是从省城大学拿来的内部试卷，人家当然不愿意给你看。哦，难怪每次考试我们班都考不过他们班，原来是这家伙能搞到省城的内部资料，一个人吃独食。既然这样，那我也要拿出绝招来了。老师。啊，连天雪，老师平时对你怎么样？挺好的。那老师有个忙想请你帮一下，行不行？是这样啊，上次齐云在班里给大家讲试卷，你也看到了，效果很好。我就在想啊，考研前的这2个月，不如让他多讲讲。老师，您找齐云帮忙，找我干嘛？哼，那个臭小子懒得很啊，跟他说不一定会答应，万一当面拒绝，多丢面子。哎，跟你说了，不就相当于跟他说吗？所以您上次找店面的时候说让齐云帮的忙，就是这个事儿啊？你去通知他一声啊！哎，不管他答不答应，老师都不怪你。去吧。补课？对，徐老师说你上次上课的效果特别好，就想让你多上上。那你
想让我答应吗？想啊，徐老师对我们那么好，而且我们上次租店面的事儿，不是他帮忙才解决的吗？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既然清雪想，那我就答应了。但是，清雪，你也得帮我一个忙。好啊，我帮你。这个忙我帮不了。清雪，这不是帮我的忙，而是帮我们奶茶店的忙。帮奶茶店的忙，就是穿这些衣服给你看。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奶茶店是不是有一个巨大的缺陷？编，你继续编。真的，我们现在有了新型的奶茶店，就应该有全新的员工形象，就应该从统一员工的服装开始。借口。清雪，现在是你为了咱们的事业奉献自己的时候了。不，看来这些衣服对这个年代还是大学生的林清雪来说，尺度还是太大了。以后再说吧，我来辅导你功课吧。其实呢，这个题很简单。你看，你这个方式只用了一个公式。那个齐云，我想去趟卫生间，回来我就先回福利院了。你能不能帮我倒杯水啊？好。这怎么还没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不进来？ I let my tongue travel to another road until you reach the peak. We'll never let go. No sin, no sin. Call it meditation when we both unravel again. Feel the cold before the storm that sees my tongue is. Let me down. No stress, no chance. Your love made me fail. No pain, no gain. 清雪，你不是说你不愿意穿吗？我不知道，我就是很难拒绝你。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而失望。不过就这一次啊，而且只能看，不能干别的。坏齐云，就这一次，我要回去了。 不用你送了。有些事儿，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儿子，看我跟你爸给你的什么夜宵。妈，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可以解释。是妈老糊涂了，我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间里吃烤串呢？ 妈，为了提高大家的成绩，今晚自习课改成习题课哎呀，晚自习还要上课啊！好了，讲课的人，齐云。能够给大家讲课是我的荣幸。 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我一定改正。齐老师，你课讲的挺好的，比徐老，就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不要秀恩爱了？我秀恩爱，那不是为了激励你们吗？
我为什么能找到连清雪这么好的女朋友？不是因为我人帅，是因为我成绩好。你们想想，我以前成绩不好的时候，有女朋友吗？那是真没有。所以啊，只要你们认真学习，就可以遇见又漂亮又聪明的学姐学妹。等毕了业，找到一个好工作，事业爱情双丰收。齐老师说的对。当然，哪怕是这样，你们也找不到像连清雪这么好的女朋友。毕竟，她是独一无二的。我呸！你就是为了秀恩爱。好了好了，把课本拿出来吧。哇，这就是我们的奶茶店吗？哎，清雪，小月，你们快过来帮忙，我们奶茶店马上就要开业了，人手不够。啊，好，那跟我来这边换衣服。欢迎光临。这里新开了一家奶茶店，看起来不错，进去瞧瞧。好啊，欢迎光临，里面请，里面请。啊，您好，这是我们的菜单。哎呀。看样子这家店要亏钱，这样一来，我就能持续投入水电、人力等成本，一个月亏5万，我就能返20多万。哟，店这么快就开起来了，可以啊，齐源啊，你小子还有这能耐呢。老师来了。老师，这是我们新研究的口味，您尝尝。嗨，我就不喝了，这都是小姑娘喝的，我这大老爷们儿喝这干什么？老师啊，你也给我们看看做的怎么样，给个意见。好，那我就试试啊。还行，就是有点太甜了，不适合我这个年龄段。哦，加我微信转给你啊，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不用了，一定得支持你们啊！别说啊，这奶茶还怪好喝的。就是我这么大年纪了，捧个奶茶看着还怪不好意思。幸亏今天周末学校没啥人。1点了，你还不睡啊？明天还要去奶茶店呢。小月，你来看看，我们店今天一共卖了116杯，总计就是1814元。我算了一下，我们每个月的成本大概是在10万块钱左右，也就是说每天至少要卖3000块。这样下去一定会亏本啊！我想着要不节约一下成本。清雪，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因为我不想再让齐云为我花钱了。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因为我，齐云不会开这家奶茶店。如果这家店继续亏下去，齐云就要继续花钱。你觉得他给你花钱花的太多了？不是这样的，小月，你知道我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吗？什么样的？我希望我不是站在他身后，而是站在他身边。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并肩面对人生的风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清雪，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太懂，但是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帮你，我和你一起。梦瑶，你一直盯着齐云干什么呀？你不会还喜欢他吧？不是，我现在面临一个艰难的人生选择啊，在自尊和快乐之间，我只能选择一个。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奶茶店，我那天路过的时候就去买了一杯。从那一刻起，我就发现我之前喝过的奶茶都是垃圾。我发誓，我以后只喝那家店的奶茶。但是我发现，我好像再也喝不到了。这么夸张？为什么？你是家里不给你零花钱了，还是说这家店要倒闭了？都不是，那家店是齐云和连清雪开的。为什么？你是讨厌齐云，还是说你讨厌连清雪？不是，我早就对他死心了。我就是觉得去他们家店里买奶茶很丢脸，但是我真的很想喝他们家的奶茶。哎，我的人生真是太艰难了。你这次考得不错呀，比上次提高了10几分呢。是提升了，但你没发现我们班的成绩好像都提升了吗？你这么一说也是，这都是齐云的功劳吧？对，自从齐云讲课之后，我做题都顺畅多了。你们说，咱们是不是该表示表示？怎么表示啊？送礼吗？我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去他们家的奶茶店喝奶茶。可以啊！我真是太机智了，跟同学们一起我就不尴尬。清雪，齐云，昨晚给我发消息说奶茶店盈利了，是怎么回事？我们奶茶店昨天卖了200多单，加上甜品，足赚了4000多块钱，除去成本，利润有300多，这样我们1个月下来就能赚1万块了。但如果亏钱，我就能薅系统羊毛，1个月能赚20万，亏钱怎么就这么难？你怎么在这儿？哎呀，你小子开店也不告诉兄弟，还好我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现在不光是我，全班同学都知道，天天要来支持你的生意。全班同学都知道了，天天来照顾我生意。你给我们补课，我们想着也不能帮你什么。你开店，我们正好来支持支持。班里同学都喜欢你的奶茶，说要天天来。原来让我赚钱的是你们。不光我们班啊，我还给别的班也宣传了。我也跟朋友推荐了。我也是。那谢谢你们。虽然亏钱，我能赚更多，但也不能强行把店搞亏，那样清雪会失落伤心。不过，我可以找其他机会加大投资。老板娘这么开心啊？店里生意好，我当然开心啦。什么老板娘？我现在可是连老板。那连老板现在这样，你就满意了吗？你还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我们要改变行业？现在这家店只是我们的起点，我们不能停下脚步，要把握住机会，开始扩张了。扩张？对，我们不仅要在春城开店，还要在省城开店，走向全国。连清雪啊，连清雪，你一家店赚钱就开始得意了，看看人家齐云，已经看得那么远了。可是咱们这家店才刚刚站稳脚跟，会不会有点太着急了？就是要抓紧时间，咱们现在生意越做越好，说不定很快就有跟风的了。毕竟这东西也没什么技术门槛。
这件事情我得好好想一想，而且我们马上就要考研了，明天就是咱们考研之前的最后一次模拟，我一定得好好发挥。好。现在开始考试，把跟考场一切无关的东西都收起来啊！是他们两个，老徐班上的核武器，这对小情侣要是我的学生，该多好啊！我班上的第1名赵文也在这儿。好，现在开始考试啊！这才半个小时，他有没有认真完成考试啊？他做完了？成绩好就在考场上谈恋爱，当我不存在。两人的答案几乎一样，恐怕这一次的第1、第2就是他俩了。这一题的答案怎么跟齐云连清雪的不一样啊？答错了？看什么看？我是叫你检查，人家齐云半小时就做完了，还有心思撩妹，你呢？成绩出来了，这次我们班考的非常不错。咱们一班有5个同学是学校前10，有22个同学是学校前50，了不起啊！你们非常了不起。以前考得不好，我们要反省。这次呢，我们考得好，那也要总结。你们说说，为什么这次考得好？我觉得我考得好，要感谢齐云，是他带领我们把考点都梳理了一遍，让我学到了很多。其次，我要感谢一个人哦，我要感谢自己没有放弃，比之前更努力了。最后，我还要感谢一个人。这次应该轮到我了吧？我要感谢初见老师，题目出得好，我才能考得这么好。哎，累了，上自习吧啊！别老师，叔叔阿姨到了，这就是齐云家。外面怎么了？吵吵闹闹的。这是齐云家吧？是。您就是齐云的妈妈吗？我们是齐云同学的家长。我是齐云的妈妈，是不是齐云在外面犯什么事儿了？有事好商量，大家千万别激动啊！妈，有人找我吗？去，哎，出来干嘛？这就是齐云吧？长得真好看。我是李杜的妈妈，我是周小明的爸爸。我们今天过来专门感谢你的。对，这次李杜的成绩提升的特别快，问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你讲课的原因呢。周小明也是啊，我们心里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就买了一点东西过来。哎呀，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还带什么礼物呢？孩子不懂事。我们哪能不懂事啊？现在外面家教多贵啊！来，齐云，这些东西一定要收下。收下啊！好，我们走了啊。我们先走了。慢走啊！王少，中午就在家吃饭啊，阿姨这就去做。哎，谢谢阿姨。以后别跟他们说我家的地址，都是同学，别搞这么正式。行。哦，我给你们家宣传了一下开店的生意。你是怎么宣传的？哎，我跟大家伙都说好了，
我就说喝了你们家奶茶，我考试成绩才能那么好，考试状态还特别好。这种话还有人信？刚开始是不信，但是后来班里的大家伙都这么说，所以所有人都信了。齐文，快来店里吧。奶茶来喽！喝奶茶，咱们这次考试真的能考高分啊？放心吧，喝了这家店奶茶，成绩一夜像火箭一样飙升。不是吧？这话真有人信？完了，这届年轻人的脑子坏了。今天我们赚了12000。这店才开始，现在确实开店的成本，总利润已经是正的了。这1个月以来，大家辛苦了。刚刚我发现咱们店不止今天盈利了，而且这个月也盈利了。我们作为一家新店，大家做到了最好。我决定把这个月的利润都给大家发奖金，所有服务员发奖金1000块。小玉，你不仅要服务客人，还要管理员工，奖金3000块。猎人全发奖金，什么神仙老板呀？清雪，你是最辛苦的，给你发奖金5000块。恭喜宿主对年轻雪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投资，返利5万。哎呀，千雪，你拉我来这儿干嘛呀？齐云不是刚给我发了钱吗？我想给他买份礼物。啊，千雪，你要把这5000块都拿来给齐云买礼物啊？可能有点不够，那我就再添点呗。我真服了你们俩了，一个恨不得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一个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拿来给对方买礼物，绝配！哎呀，你不懂，就是有一种想为对方付出一切的感觉。不明白也不讲明白，有钱自己拿来买吃的不香吗？走啦。这是给我的礼物。这傻瓜，全身上下加起来都没200块，却把5000块拿来买手机送给我。你不喜欢吗？我不知道买什么，我看很多人都喜欢苹果手机，就给你买了一个。我想着买个手机，你能天天拿着，就能经常想到我。我喜欢，我很喜欢。这部手机只要不换，我就一直要不换。下周就要考试了，这是我给你们讲的最后一节课。但是今天晚上，我想听你们来讲一讲。讲呗。咱们不是要考试，要毕业了吗？就讲讲以后，讲讲自己的梦想。那第一个，就徐老师先来吧。臭小子就会拉我下水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还有什么梦想啊？那您就讲讲以前的梦想吧。我以前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回忆起我的时候，都会说我是一名好老师。老徐，你就是个好老师。老徐，你就是个好老师。小兔崽子！我的梦想是走遍世界，以后当个旅行家。我就想多赚点钱，在大城市买个房子。我以后想找个喜欢的人在一起，我想要美好的爱情，就像你和连清雪那样。哇！齐云，你的梦想是什么？对呀，光是说我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等会儿再说，先请连清雪同学讲讲。其实我已经没有梦想了。真的？我不信。真的没有，因为我的梦想已经在这儿了。其实啊，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
满足连清雪同学的所有梦想。齐云、连清雪，你们两个一定要一辈子都在一起，要一辈子都幸福，不然我可是会不甘心的。我会的，我会和齐云好好在一起，不用你操心。好，加油！加油！小雪，多吃一点啊，今晚就在这儿过夜。我隔壁的小房间，我妈都已经收拾好了，这几天你就安心住着。加油！谢谢阿姨。小雪，快进来，快进来啊！哦，阿姨知道你要来，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呢。你放心啊，这床单被褥我都提前清洗过了。谢谢阿姨。哎呦，你客气啥呢？齐云，你赶紧进来帮小雪收拾收拾呀！早点休息哈。不用，不用你收拾，我自己的衣服自己收拾就行。都是我买的，谁没见过世面？哎呀，你出去嘛，出去。故意给我留的门啊！嘘，声音小点。要想让我爸妈听见，我也没意见。你想干什么？我想在这儿睡。不行。白云来，半梦他的眼眶环游松松，如海平它有种难，在每迷上，就为他半爱，可曾敢慢慢，从相隔可曾他有some伤。不忘也凭它有种难。陈宝正大了吗？文具呢？有没有什么东西忘了的？放心吧，妈，都大了，加油，儿子，好好考。